上年12月中，本刊獨家踢爆何韻詩瞞住台灣女友鄧九雲同亂口女助理方嘉男喺貝沙灣石灘密會，錫錫睇日落。據知阿詩為咗小三已經同鄧九雲分手，慘受情傷嘅鄧九雲原來仍未忘情，一直等待阿詩回心轉意，難怪佢未有直接回應阿詩偷食事件啦。星期一晚上9點，本刊拍到阿詩同另一位女助手現身北角揀生果，素顏一身灰碌嘅阿詩可能受偷食事件影響，一臉愁容啊。之後助手先行離開，阿詩揸住白色7人車離開前，不停低頭玩電話，唔知係咪向新歡報告行蹤呢？另一邊廂，本刊收到可靠消息，榮升做阿詩新歡嘅嘉男，雖然個樣唔算突出，但勝在古靈精怪兼大癲大肺，加上熱情如火，又主動出擊，過往嘅情路原來相當複雜嘅。嘉男14至16年讀大學期間，曾喺生活潮流月刊《號外》擔任實習記者，當時嘉男已經有一個拍拖多年、同讀科大嘅男友子健，但喺14年尾竟然暗中同公司女高層方君怡秘戀，一腳踏兩船。原來阿 No 係前新聞主播方健儀嘅細妹啊！知情人士話，兩人拍拖非常低調，只有相熟同事先知道。不過嘉男同阿 No 喺15年初就分手，拍咗好短時間，聽聞阿 No 好 hurt，過咗一段時間先放得低啊！本刊發現兩人分別喺個人社交網站刪除對方賬號，似乎再見不是朋友噃。